我心痛。有几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云儿也朦胧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微寒，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。有几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云儿也朦胧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真诚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微寒，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。我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嗨，谢谢流水年华。时间咧过，就讲你咻者就过，咻者就过。敢若亲像流水共款，嘿啦，非常的紧。也像这个呢，秋风起，即摆就是已经秋天啊。对啊，过半冬过安尼。今年是轮过。对啊。也这个秋雨就开始落。这个秋天的这个天气就安尼吼，真凉爽。我带一点仔就这个寒意啦。所以讲，像这个早起的时阵呢。也就这暗暝时阵，拢总会透着一丝一丝的就这个呢秋风秋风的凉意。对啦。秋天的这个变化真大咱都要顾好咱家己自己的这个身体。对啊。无求什么拢有啦，无求什么项什么物件拢有，只求该有的拢总有这个但愿以后的这个日子呢，健康、好运、平安、幸福，谢谢。是啦。所以讲咱观众朋友这个秋天到的时阵，早起时就安尼凉凉咱就安尼会记咧出门的时阵，
迄透早出门的时阵，衫裤迄薄薄的，迄物也都爱擦咧。是啦因为可能你甲下晡暗顿来的时阵吼，哎哟，会凉啊对啦哦，安尼啊较袂去干。较早一对啊。小心吼，无食本，对啊。无食着本啊。反正买倒来啊，你着甲放咧，吼，或是讲做即个做，咱要出去，乌多摆，机车啦吼，还是讲这车顶安尼，随时甲准备一下。是。吼，啊，都安尼10摆吼，拄着一摆莫感冒啦，你着够本。有影，你讲到这吼，这以前的人啊，拢足早起床的。时大吼，我来有当时我们半夜有个那个哈，有一个重播啊，我曾经捌接过。3点半的时阵，甲我讲，我讲啊，大姐啊，你还袂困哦？伊讲毋是，我困开啊啦。以前的人吼，因为爱行航路仔火，所以讲吼，哎呀啦，伊咧准备早顿的时阵，因为可能5、6点啊，伊就爱准备出门，因为是农业社会嘛。你知影讲农业社会的时阵，天还袂拍曝光的时阵，爱较紧去做，无等下日头吼。那安尼甲11点外的时阵，伊就爱较紧转来。所以讲，迄做工课时间拢安那提早，哦，提早的时阵吼，3点外就起床啊。对。哦。以前的人吼，也真辛苦啦。对。啊，我会记得吼，阮老爸甲阮妈妈讲过，讲就这40年代、50年代啊，农业社会，这个生活比较贫苦。较苦哦。啊，真侪人像你讲，天未光的时阵吼，3、4点啊。伊就开始做即个吼煮饭煮早顿啦。哦。啊有时阵煮做即个啥煮糜。煮饭。吼啊，但是即个米无几粒啦。啊，一暝的时阵吼，1点仔米1尾米安尼。安尼。啊，佫啊掺一寡做即个咱的地瓜，吼，咱的做即个呢番薯签。番薯签是串串的。了后的时阵，即个拍安尼。安尼哦。叫做番薯签煲。番薯签饭，我是捌听阮阿母也讲过，但是咱讲真个吼，番薯签饭真正我毋捌食过，但是若番薯我都捌食过啦。你讲吼，其实吼，即摆的人种以前的人，我听阮母也咧讲吼，以前是饭吼煮一鼎饭出来的时阵吼，迄饭是铺伫下底，足下底哦，顶头拢总是番薯签。番薯签的是较轻，所以讲会铺伫面顶啊。哎哟，迄真正讲的啊，迄伊讲吼，阮母也讲，伊若咧食饭的时阵吼，迄个饭匙啊，爱签较落去的。你即款的叫做吼，食饭卡中央的啦。都爱签较落去的啊。签较落去。签较落去的。番薯签饭啊，不咧边啊去安尼。无啦，伊就讲签落去的时阵吼，才背得着饭安尼啦。吼，啊，所以讲以前人较辛苦，啊，即摆的人无共款啦，即摆人我爱食地瓜。其实这个重点吼，即摆人伊会知影地是较健康。哦，像这个咱的番薯啊，伊营养的是真厉害。哦，真如讲伊的这个膳食纤维。对啊。哦，咱食落了后时阵呢，有个人讲，今日想歹讲啊，咱会咧放屁放甲哔哔啵啵，啊，你倒是番薯才收济是无？哦，这就是膳食纤维，啊，互咱腹肚较袂去拄掉咧。对啦。哦，啊，伊个而且呢，佫有维生素 C， 佫有就是这个钾。甚至于像这个有这个吼抗氧化的成分，吼啊，时常就一寡像这吼，咱的番薯啊，不但会当顾胃肠，佫而且会当互咱身体佫较健康嘛。哦，对。以前的人我咧讲吼，以前的人较辛苦啦。我会记得讲，我若要食番薯的时阵吼，阮咧以前我烘炉仔火对无？是。啊，即摆烘炉仔火吼。煮饭好了后。煮饭好了后，啊，就番薯落。火较嫩啊。啊，落几粒吼，啊，较紧的迄小可火夫吼，甲砍的。对。啊，等的时阵食饱，等下爱去食饭啦，袂使先食。喷喷的地瓜。袂使先食番薯，爱先去食饭。真正是养生佫好气。食饱了后，吼，较晚的时阵吼，啊，才来食迄个番薯啊。啊，伊早当做是，迄当做四修啊。对。啊，即摆的人较无共款，即摆的人足方便的。你若想要食的时阵，毋免烘啦，嘛免讲迄什么气炸锅啊、烤箱，毋免。迄个有当时去超市就有啊。对。啊，佫较方便的就是啦，你毋免去超市。一条40-50块。你若毋免去超市吼，像讲吼做即摆迄，哎呀，有说安尼规条的，啊，这吼一摆会当冻咧半冬的时间，啊，毋免冰哦。我咧讲吼，啊，拄拆开的时阵，安尼。啊，搁安尼，食嘛袂黏手，Q，所以讲即摆人偌幸福就好。搁食会饱，啊，搁足香。哦，搁会当骗嘴。骗嘴啊！吼，好啦，谢谢啦哈。哦，来，即摆呢，哦，甲咱观众朋友，我来看卖什么人上山咯。
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好，徐妈妈好，来混中大哥，当下你好，宝丹姐、布隆姐、红珠姐啊，还有咱美华姐姐、甲酷酷姐哈，春天大哥，青珠姐姐。过来邱大哥哦，文川大哥、金华姐啊，坤切哥哥，感谢咱的姚军大哥，跟来徐妈妈，来个金姐、爱珠姐啊，坤切哥哥、红珠姐啊，吴大姐啊姐、文东大哥哈，谢谢，永顺啊大哥、玉琴啊姐，美珠姐，还有龙华大哥，龙中大哥、剑山哥哥、玉林，今仔你看嘛，一开始就遮侪人，安尼甲咱。拍扑啊，表示讲，对，你甲我加油啊，做伙收看本节目。谢谢，来，即马赶紧的哦，来预先嘛上啥哈，来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，准备来点歌，点一首你喜欢的歌曲，头一首我毋是你的人。安文东先生，安文东大哥所点的歌曲，无情的人。无义的人，何不过来讲情理？来，第二首国语歌曲《我怎么哭了》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到离别的时候这样凄凉。这一刻，突然间，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。第三首《倒刺的玫瑰》。炎热的金色太阳，白色的梦舞。来哦，第四首哈。望你在三更，月光明花香味，寒夜灯落水，望你在三更。来第五首哦，河边春梦。河边春风寒。这首哦，爱你无多。有心无魂，心斗魂，片头算一阵又一阵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准备来做互动，卡头前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关市的播广关市给大家控制哦，谢谢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嗨，徐妈妈。喂。哇，高炸高炸高炸嘞！来，今天要听到一首歌。第二首甲第5。哦。我怎么哭了？河边春梦哈，好，谢谢，平安喽。来，文东哥哥。喂，黄玲哦。嗨。你好。哦。你好，收到啊哈。收到哈，感谢哈。当然无收到。好好好。哦，江老师你好。是啊。我点第一首。哦。我唔是你的人。好的，谢谢。咱俩用钱，我点这条就好啊。好，感谢你啊，谢谢。来，小梅。哎喂。哦，阿梅姐。阿梅姐，我叫阿婉啦。孝尊啦，拢有遮济啦。大家好哈。对啦，我怎么哭了啦？我怎么哭了呀？啊，个爱你无多啦。哦，来这个。好啦，午安啦嘿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我阿梅姐哈。来哟，兰玉姐姐。阿姐啊，你好。喂，兰玉姐姐。啊，
你好，哎，欢迎你郑。老师好，好方平老师好。今天要听到一首歌我怎，么哭了？我安尼哦，怎么跟哭了三号，几号？哦，跟2号跟3号了哈。好，我好下凯了嘿。好，谢谢2跟3。来哦，阿嫂，喂，有大嫂哦。嘿嘿，啊，我那拢啊卡，甲你拍散，那拢无，你今仔有啊？我拄我拍3摆呢，有啊，我有看到啊，我有念啊无呢。听念，有啦，我今天仔念较紧，你伫古大前阿姐头前啊。我无，咱无听你咧念。哟，啊，我好，吼，你讲。我来点河边春梦好吼，，好，爱你无多啦，安尼哦，这两首呀。嘿，好，我甲写开哈。好，谢谢哦，嘿。谢啊嘿。好好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邱大哥。哎，邱大哥，你今天要听到一首歌？第一首，第一首啊。我就是你的人。好，啊，好，安得。安尼都好呀。好，好，谢谢啦。哎，玉周莲。大哥，喂，姐姐大哥午安。阿玲啊，你好。好久不见，我要点第一首跟第五首，谢谢哦。是你的人，好的何必存亡？谢谢。好，平安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坤星哥哥你好。刘大哥，来，今天想要听倒一首？哈？第五首。哦，我写开哈。好的，谢谢你哦，嘿，好好好。其他不要罢啊。嘿，宜宾哥哥。好，欢迎光临你好，好，我在点那个第4首《万里在山间》，棒力，啊，这个我是河边春梦，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向你超市他们。收掉，谢谢。来，玉轩。哎，老师你好，好方平你好，大家好我要点第一甲第三。第一甲第三。第一跟第好，三，哎好的，，谢好，谢哦。谢谢，感谢。好，来哟。来，喂，顺天哥哥你好。两位诗人午安，我要听第一首《我不是你的人》，谢谢，感恩。平安，来哦，宝丹姐，宝丹姐，搁卡一届哦，来，婚莲姐啊，哎，婚莲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好，来哦，要听倒一首，喂，阿姐哦，还是大哥，讲啦，第一甲第五。第一甲第第一甲第五，五哦，婚莲，我不是你的人，哦，对，好，何必存亡？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谢谢，喂，你好，陈妈妈，喂，嗯，嘉玲，嘿，我要听，我唔是你的人，我啊个乌玫瑰，哦拜拜。好，谢都谢市，的玫瑰，来你哦，来哟，梅香姐姐。光临江林，你好，好我选第四甲第五，第谢四跟谢。第哦五，，谢谢咱的梅香姐哦。感谢哈好的。哎，这是咱的梅香姐姐哈嘿。来，宝丹姐，我拢一直甲你接袂开哈。宝丹姐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好来哦。那哇，明哥跟明老师傅，好，啊，赵子秀，第几首？第一首，第一首，啊，哦，呀，了解啊哈。哦，明了白了解了哈。啊，谢谢哈，感谢你给我加油哦嘿。好，谢咱保单车啊谢。吼，对方的做这个，咱的这个电话筒，你要接较大声的。哦，我这边才已经开100啊。我来最后一位来，廖文川大哥来，来，文川大哥你好。我不是你的人。喂，哎，文川嫂来哦。嘿，今仔要听倒一首歌。欢迎听下。是哩。啊，江老师你我哋这文川社第一首，第一首，安尼哦。马上唱给你听。好来。第一首，哎好，，好，收掉。收掉。好来谢谢。来，这个感谢。歌一般的时吼，是拢总走迄个陀螺岛的，安尼咚恰恰咚恰咚恰恰咚恰，吼安尼。但是我即摆我来甲走一底做这个吼，恰恰恰数就好啦。来，嘿，迄气味无共，我紧，我会晓唱就好。别位你听袂着吼。来，咱这意大来甲来，变奏这首。歌曲是文通哥哥、邱大哥、柳莲、玉轩、沈天哥哥、混莲哥哥、咱陈妈妈、宝丹姐、文川大哥收店哈，文川社啊哈。来，恁收店的歌曲，我不是你的人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上收听，谢谢。无情的人，无义的人，何必搁来讲情义？
自己会来做主意。我已经是你的人，永远不是你的人。一心的人，虚伪的人，何必搁来提起死？已经阮决定自做着一个勇敢女儿，请你唔通惦这孤单。从今后免你来担心，从今后免你来伤心，我自己会来做主意。我已经是你的人，永远不是你的人。我自己会来做主意。我已经是你的人，永远不是你的人。我唔是你的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哇，宝丹姐、丽丽啊姐、调兴大哥、美华姐姐、坤星哥哦，坤星大哥哈，俺酷酷姐哈，谢谢你哦。玉轩好哦，来宝丹姐姐哈，哇，咱的荣华大哥搁上线哈，谢谢你们哦哈。来，啊来文川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感谢文东大哥哈，谢谢金华姐啊，来，党的你好哦，有看到啊。吴大锦阿姐哈，秀芳，谢谢来哦，群主阿姐、爱珠姐啊，博奇大哥，咱的婚联大哥哦吼，玉林妹妹拢有看到你的噗啊声哈，嘿吼，其实你来甲阮两者，啊，木火大哥甲咱的盛吉大哥哈，谢谢你们啊，剑山大哥，你咱两者时阵会记得两两声就听我挂掉啊，安尼我都有看啊，吼，除非电话歹去，啊才看袂到吼，好来谢谢，感谢吼。啊，像尤大嫂，你即届我咧讲哦，你拢总拍，互我拍4摆，我拢有看到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进行来到第2阶段，咱准备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动动头脑，听歌来要歌名哦。是。来，今仔日吼要歌名一定要给恁奖励一下嘛，对不？吼，要奖励什么？来，咱即款的倒手香。迄倒手香吼，万年松啦，万年松啦，万年松，真正是吼，你看是靠着弄着啦，吼，青松哇，嘛滚紧安安，你都很推很轻松的，吼，啊你若对很好用啦，吼，啊是讲有的时代讲，哎呦，外口即马网虫真济啊，哦，啊去互网啊夹着啦，吼，订着这啊哈，啊你若抹的时阵，一丝仔尔都包括秋天放土吼。
对，这个咱的皮肤大树，哦，这款的这种会使的，对哦，筋骨酸痛啦，缩筋活血这种真好。这拢足好的哦吼。好来，今仔共款咯，我这底哦做刮痧棒，刮痧棒共款送互你咯嘿。好，来，谢谢哈。来准备落歌咯。5里。每一人呢，拢有咧，每一人无共款的这个运命，但是呢，咱绝对袂当向着咱歹的这个运命来甲伊这个克服，一个低调啦。咱应该都要提出着最大的勇气，调整着咱的运命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如果若伫咧人生的过程当中呢，咱就是真认真，比别人较打拼，比别人较认真。工人甲方人，相信咱有一天绝对会足好命。运命已到，凄凉的吉他声。我走着哀愁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亲像到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声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吉他声，我走着哀愁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声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这首歌就是阿杰所唱的，陷入做这个命运来挑战的一支歌曲。我继续要来安排咱的这个金曲歌王汪立友先生一个代表作，我即马来甲，我来甲献唱这个。好。知我长偌年苦，看袂着，行
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，只剩风。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一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看阮的心，看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住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命运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的路，不知我长偌年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，只剩风。只是风的心更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一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住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命运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这首歌曲2字尔，2字。做什么代志哦，咱的意志要坚定。是伊唱的无毋对，但是哦，毋是我问天哦，你唔好唱，你唔好用去我我问问天。天，我问天，毋是哦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错地？搁再爱你，这我是我家己，毋是我问天，无啊歹药，我问天3字。咱做代志的时候吼，都爱安怎？爱坚持咱当初的这个目标。吼，啊，毋通安尼，搬受家母西无用，吼，爱安怎？爱坚持，爱持续。后来我这边主持来甲走一底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谢谢感谢。来，时间的关系是时间的无情，不是你我的无缘啊。我这边主持来甲公布一个答案。来，头一些。凄凉的吉他声，伴奏着哀愁的歌声。这首歌曲叫做《运命的吉他》。来，运命的吉他啦，吼是。来，第二首哦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住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这首歌叫做《坚持》。毋是坚强啦，哦，阮咧拄则一下这讲要紧的时阵讲坚强。坚强就是阮的名字。后来头一首就是无共。命运的吉他，第二首是坚持吼。好来哦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哈，先收看，等下再来邀出到一位观众朋友吼，咱一个倒手捧甲咱的歌沙棒位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哈，谢谢。好，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。OK。今嘛呢，芳玲等下就甲咱观众朋友来啦。哦，来进一下广告啦，但是进广告的时阵，今仔这广告较特殊哈。我芳玲啊，你若哪会今仔咱卖这啊？这吼，为着咱即届算，你知影讲吼7月半。7月半，足侪咱时代爱拜拜爱普啊，吼爱拜门口啊，哦我咧讲，这项物件上介好。是。你平常时啊会当传统的。当零嘴，对。来喙食米，无打紧。你像讲，等下即项啊，阮咧高雄啊，迄徐妈妈。伊讲伊即马早起时啊，开拢无去买早点嘛，毋免出去买早点，我着拉来去买吼，搁加一条安尼吼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会饱，无担紧讲吼哦，伊感觉讲吼，食咧了，较会怎，较会变数啦。迄有的时段吼，拢较袂走变数的，安尼变数拢开无久啊。咱的这个吼做工做嘛，吼。也伊本身的是，你若甲摆即个物件吼，伊讲哎哟，这都较早阮做囡仔的时阵咧食的。好兄弟啊！这是细啊吼，拢总想到就这吼，咱的历代祖先啦，对。甲你加持的时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互你做即个吼家父万事成，对。互你心修事成，互你身体健康。好。所以讲毋是讲者咱养生的即个肉爱食尔，包括祖先嘛真爱食哦。对哦，来哦，谢谢。好，进一段广告时间，谢谢。今仔日要来卖韩籍啦，哦，这韩籍歌吼，观众朋友，我今仔我甲你介绍韩籍歌吼，真正是我咧讲千景万景景上介好的哈。我的观众朋友讲啊，芳玲啦，韩籍歌吼，甲韩袖衫无共款。阮的韩籍是经过3届吹过。3届烘过8斤，才吹有2斤半尔。所以讲吼，每一条番薯是安尼吼，安尼好安尼开时阵啊，就像一半啦哈。伊每一条吼，本底是真大条，但是硬甲吹吼，毋是用糖用迄麦芽熬的哦，无，咱这叫做原形食物。即摆人世界讲拢食原形食物对个，任何连一滴水都无的吼，伊就是硬甲吹过了后。吹哦会松松，才甲烘互塑打来了后，安尼也无够打对无？搁吹一届，搁烘一届，吹一届，搁烘一届。所以讲吼，吹3届，爱烘3届。即落番薯才开时阵吼，伊袂安怎，袂夹喙齿，搁安尼 Q 啦吼。而且观众朋友啊，咱这番薯要卖咱观众朋友，每一地拢总安怎，拢总有安那挂落啊伫咧，一条。这一地就是一条，高级品种，一条番薯甲第一地啊吼，啊无大紧，咱来好炸啦。下早时啊，若讲吼，也要食一下早餐者，迄连医生都讲哦，讲吼，咱若要食一下早餐吼，安尼一粒卵内底蛋白质就有啊。啊，若一条番薯咧，膳食纤维嘛有对无？配一杯啊牛奶，安尼讲足营养的哈。啊，若半豆半做点心，做四修啊，真正有够好食吼。啊，观众朋友啊。
今仔卖恁的番薯吼，阮这拢有经过检验的哦，咱这拢 SGS 哈，拢总所有，包括讲个种吼，无防腐剂，吼，啊无农药残留的，这完全拢无哈，有检验报告。400几种的像这个呢，农药拢总未曾检出。没有，所以你食你会当足安心。足安心的啦吼，啊有的时阵讲，有番薯呢，即摆的人足侪人想讲我就好，我早餐我会一个白煮蛋，再加一条番薯。啊，咱若讲我逐工拢爱吹，毋免哈。今仔芳龄就甲咱跩时大，甲恁款哦好势好势。这吼内底每一包就是一条番薯，吼，一条番薯啊吼。8斤，这是8斤吹开时阵，才剩2斤半尔吼，吼。这一包吼伫外口伫咧卖。实的物件。我咧讲这一包的400块啦，因为内底足侪条啦吼。400块的时阵吼，今仔日观众朋友啊。你若甲芳龄咧卖恁的时阵吼，每一包拢当然你无买一包，咱多一组多3包，是一组多3包嘛吼。一组3包。3包偌济啊？1200块。1200。嘿啊，1200块吼。来，这每一包拢总吼，实的哦，8斤吹开拄安那剩2斤半尔，实的这一包拢还佫吼300公克都半斤。哦，啊有够好食，米啦，米哈。今仔你甲咱买一组，就是3包摕倒等于1200块，吼。3包1200。我咧讲吼，食番薯吼，伊内底真物，我讲观众朋友拢知影讲吼，以前的人敢若番薯汆饭就请个过顿啊，因为内底吼有膳食纤维，当然它有一些好的淀粉，吼。啊，你若讲吼，有当时啊吼啊，我讲安尼食咧，安较袂消力的人，你来食番薯上较好吼，伊会帮助你的肠胃蠕动。嘿，当然咯，食番薯，我讲食番薯会放屁，迄个放屁的时阵就是啊，健康的屁。嘿啦，迄就是咧帮助你肠胃蠕动啦。所以讲，即马有一寡健康餐内底一定安那有半罐安那。半罐番薯伫咧，一粒便当卖160几块呢，内底半条番薯呢哈。无排气巴肚就拄掉。对，来，今仔日吼，观众朋友啊，电话卡通的时阵吼，因为你就知影芳龄吼，首推一定爱特别优惠予咱观众朋友嘛吼，遮尔好食，遮尔好的物件吼，咱要推荐予咱观众朋友，你看。你食多拄好吼，因为内面无糖。无。吼。不加糖哦。系啊，都就是叫这个咧，咱的番薯这个甜味安尼。对，有够好食。吼，啊，拢 Q，每一条吼，就是拢安尼 Q 吼，你看嘛。爬山佚佗的时阵吼，啊，都炸济啦。我咧讲吼，你若要爬山也好，还是讲出外，你惊讲号做啊，有当时啊半昼半夜会安怎会枵着无？不但食会饱。你就是安尼，甲炸济。不然身体佫会健康。都会当健康的吼。今仔日甲咱主文交代，3包多1200块啦吼。来电话卡通的时阵吼。我特别搁争取，搁加送一包，互咱观众朋友。加送一包都4包。买2、买3送1啊嘛。买3送1，对。好啦，安尼我叫工林老师讲，无搁加送一包啊啦哈。我搁加送，啊当然，我把绝对就听落去。爱听落去吼。来，今仔买3买3，再加送2，吼。来，特别摕5包登去的时阵，要今仔要加，我咧讲买2包，我咧讲等于讲吼，买3再送2了啦吼。5包摕倒转去，共款甲你收1200块，来，卡手紧哈，电话开始，互恁卡。喂，你好，喂，小妈妈，啊，你哪有咧卖水啊？哦，赞哦，这真好着，嘿啊，我买一个吼，我咧讲吼，是这真正是足好食的，一包存240。Q 够好食的哈，好来，谢谢哈，我甲你写开哦，好，来，满线啊哈，来。互你接着要咧笑脸啊！喂，你好，阿姐哦。喂，阿姐你好，侯太太。我家罗东。我知侯太太吼，要来一组吼。好，我等你。喂，你好。我等你甲你下台哦。好，我下台哦。嘿，好，谢谢。你无我主机吧？等下再敲电话甲你问哦吼，今等下敲电话来哦，送我阿姐你好。送我阿姐啊，要一组吼。你甲我叫平客啊。好，我知啊吼，来哦，5包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美珍姐。美珍姐，番薯哦。哎，对啦，卖番薯哦，好，卖番薯啦哈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哎，你好，玉英姐。玉英姐，你好，要一组要番薯吼。哎。好，来5包哦，1200块俩，嘿，来，丽玲。哎，要一组。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啊，嘿，
好，感谢。来，美英姐你好。哎，我买一包。买一组啦吼，一组啦吼，今仔佫加送2包哦嘿，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你好。阿姐哦，你新朋友，我先甲你写开哈，等下甲你问主持哦嘿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进福大哥你好。哎，进福哥啊。好。阿嫂你好，嘿，阿嫂你好哈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一组吼。还有拜拜一个要啦。好啦，安怎？迄番薯的拜拜一个要啦。会使拜哦。会使拜拜会使要。可以。可以啦，可以。会使拜拜一个。会使吼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若讲吼，像要拜拜啦、清明啊好啦吼，哎吼，祭祀制作拢总会使哦，都可以哦，吼，都可以哈。喂，你好。喂。龙珠嫂你好哈。嘿。来要一组吼。好，快下台哦，嘿，好，谢谢。然后钟龙大哥你好。来，给你买一组。买一组吼，好，我下台哈，甲你下台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淑华姐。淑华姐要一组吼，好，我甲你写开啊，嘿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哈。0800因我8我连电话我无报呢。来，我咧讲吼，内底就是300公克，吼，无算掉，我是算重的哦，吼，算重的哈。喂，你好哦，充气大哥你好。充气啦。充气，咁要买番薯啦，哈，好啦，大哥，一组吼，好，谢谢你哈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秋梅姐你好，要一组。要一组哈，我写开啊，嘿，好，谢谢你哈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买恁的吼，真正是8斤才吹开，缩开时阵才剩2斤半尔，吼，咱这番薯。我讲吼，逐条每一条拢总独立包装。你若要出门也好，也是讲半到半要食，你拆开就会使食，唔免搁吹过，拢唔免哦吼，唔免搁吹过，拆开就会使食，拆开就会使食哈。而且吼，真正是足好食，你要做凉拌也好，你要落加牛奶嘛可以，你要煮安尼食，配早餐一粒啊水煮蛋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早餐吃了哦吼。喂，谢谢，我咧讲吼。番薯真正足好的啦，膳食纤维吼，帮助肠胃蠕动。啊，你吼会当当做正饭哦。有的观众朋友讲我早起时起来的时阵吼，唔免搁款东款西，你就安尼一条了啊，安尼拉咧，安尼吼，拄安尼吼，足下的哈。好来，0800因我8咯。来，咱即个来讲吼，7月半伫要拜拜的时阵啊，要破对无吼？来，番薯吼，拄安尼一组甲买倒转去。一组甲买倒转去时阵吼，摆开咱拄渐足好看吼。啊，时洗转来时阵吼，你搁唔免惊讲吼有即个日子的问题，即拢搁会咱放咧半冬，唔免冰哦。哦，你有的人讲人年这时啊，冰箱冰甲规个啦。这唔免冰哈，唔免冰吼。一组今天我们就买3包，3包的时阵我搁加送2包互恁吼。每一包拢总是半斤重，每一包拢总是半斤重哦吼。来，拢总买2送2，再加码，搁加送1包多5大包，1200块。来，0800因我810800815181哦吼。骹手要紧哦，骹手要紧哦吼，咱这批特别我咧讲，特别无货啊哈！来，谢谢大家啊！我咧讲食番薯，包括讲番薯叶啊，都足好啊吼。好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每一条拢总是独立包装，摕咧就挺好走，哦，摕咧就挺好行，免惊讲会黏手哦。来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7月15的时阵吼，喂，嘿是啊。讲拜土地公啦，土地公先爱食啥？麻糍，吼，迄生日。啊，若如果7月半的时阵吼，拜啥？拜番薯，吼，大家感同身受。哦，啊，就这吼，做工做嘛的时阵呢，吼，伊是就讲啊，较早在食番薯的日子，大家同甘共苦，这个意义真好。来，我这边主持来甲献唱一个《河边春梦》。
当时，时间甲时，可比月长圆，变成做意气，将阮来放你。阮若想起伊无情意。何必匆忙？谢谢，感谢。来，咱的观众朋友吼，啊嘛，安尼非常的踊跃吼。好，啊，即款的就是好物件吼，好，谢谢啊嘿。拢总帮你啊，身体拢无负担，吼。膳食纤维促进着做即个吼，咱的胃肠的蠕动，帮助咱的排便顺畅。吼，啊，即款的就是吼，对现代人，尤其讲做即个吼坐伙人，长期伫咧食西药的，迄个吼腹肚啊，抑甲做即个排泄拢无好，吼，甚至闭结啦、内外滴啦，即款的做些啊。嘿。你才知影讲做即个，咱的做即个物件强，吼，安尼。其实哈，这个是老味道啦。哦，老味道呢，其实咱观众朋友拢总平常时啊，你会讲啊，无咱买一条啊，等来食。但是呢，无方便。即马就是今仔我咧讲哦，这一档期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真方便，你随时随刻摕起，啊，就会使啦，拆开就会使食。伊拢总是独立包装，哦，伊拢独立包装，像安尼拆开，我拄则有拆一条啊吼。来，哦，拆一条啊，啊，像安尼，我怎么哭了？哦，安尼就会挺好食。我咧讲哦，袂内底无掺糖，无掺高蜜，伊是完全原形食物，甲塑搭安尼尔。所以讲吼，这是上介健康的。哦，啊，你会知透早啦，爬开时阵，像阮迄像妈妈共款，啊，就泡一杯辣的，咱的走体康，啊，一条这，会讲安尼就饱，安尼就饱。哎，啊，伊讲吼，尤其是咱这时段若有出外的时阵。哦，去时势遐大，啊，都无方便哦。透早爬开吼，人都去买一个早餐，有当时时势困较晚对无？你嘛是安尼吼，炸家己炸几条去安尼吼。哦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足方便啊。啊，即届尤其是咱7月半即届要破的时阵，哦，这拢总会使导航的，哦，会当导航的哈。哦，有个人讲啊，我拢食素的，啊，这嘛是素的啊吼。所以讲足方便的哈。后来我电话继续互恁卡吼，啊，我即马先来摸菜，哦。姐姐，碧桃姐，碧桃姐姐，这吼，逐工拢有卡，顶那头一届对安尼，哇，无都参加，都机会啊，有机会就中奖。来，咱中奖的音乐个走入去。恭喜哦吼！好，来，今日得奖是咱曾碧桃姐姐哦，恭喜你哈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阮小等下吼，陆导师来准备一首歌曲，啊，阮录节目了后，吼。恁会记得电话继续卡，啊嘛感谢咱拄则美惠姐、减少哥哥玉轩，啊，还有咱的万阳贵大哥嘛，吼，啊，咱的美艳姐姐，个咱亲自姐姐，哇，金花姐也算是大哥，啊，人咧唱歌的时阵，你拢咧甲阮拍捧啊啦，吼，感谢爱主姐啊，叫玲哦，嘿，谢谢，感谢，来电话吼，咱小台录节目了，工人甲帮人拢总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，吼，啊，你若讲哦要甲我加油的，尤其是咱即摆7月半，大家嘛拢有排啊，有谱啊，这上介好，好不好？会坑，上重点就讲会坑咧半冬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哦。我怎么哭了？
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。这一刻，突然间，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，不知道应该回头，还是在这里等候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行。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不会答应离开身旁。我说过我不会哭，我说过为你祝福，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主张。虽然我知道这里面的时候和你情长，到今天才知道说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。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。这一刻突然间，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，不知道应该回头，还是在这里等候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行。